一個地方嘅氣候對於農作物嘅生長有好密切嘅關係㗎。中國南方氣候溫暖而潮濕，兼且多雨。雖然係丘陵地帶，有好多小山丘，但係亦都有好多平坦嘅低地，適合種植稻米嘅。一年仲有2造收成添。而南方人亦都以稻米為主要食糧，而佢哋喜歡飲用嘅米酒，亦都係用米浸製而成嘅。除咗稻米之外，各種蔬菜都好適合喺南方生長噶。而喺南方仲出產咗好多水果添，好似龍眼、荔枝、菠蘿、番石榴等等。又因為呢區臨近海洋，所以有好多居民亦都以捕魚為生，海鮮亦成為南方人嘅主要食糧之一啦。至於華中地區，好似蘇州、杭州一帶呢啲長江以南嘅地方，除咗種稻米之外，仲可以種植小麥、油麻菜籽等等，物產都非常之豐富噶。